喺上站西班牙站開始之前，有唔少人都一直想睇下 F1 針對賽車前夜嘅加辣措施對成個 F1 車隊嘅排名有咩影響。尤其唔少人觀望發展 Flat Steering 最耐嘅麥拿倫會因為呢個規則跌咗落去。咁但係你睇比賽結果都知啦，呢件事係冇發生到嘅。咁究竟點解呢？而成日話嘅加辣措施，實際上又係點樣加辣呢？同埋 F1 有啲咩新搞作？以上嘅疑問，我都會揾一啲額外嘅資訊，再加上自己嘅分析，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 channel 主要係分享 F1 嘅資訊，會同你逐格睇返，分析成個 F1 週末嘅各個重要時刻，利用車手、車隊人員嘅訪問內容，去同咁多位一齊解構呢個體育運動。如果你想睇多啲 F1 嘅策略同埋技術，知道一場比賽入邊直播鏡頭冇交代嘅事，咁就要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 再撳個鐘仔搶先看 like 呢條片 share 俾你睇 F1 嘅朋友，仲有就係 comment， 你哋嘅支持係我製作影片嘅動力。事不宜遲，咁就 let's go。呢個就係各支車隊喺西班牙站嘅圈速排名，同上一個正常賽道嘅 Imola 比較，麥拿倫同其他車隊嘅差距其實都係差唔多。名次方面，除咗 Haas 同埋 Aston Martin 之外，變動都唔算大。Aston Martin 可能因為冇咗史道爾，得返亞朗素，所以平均數據有進步。Haas 比較高速嘅賽道都係比較輸蝕嘅，呢啲真係要再觀望啊！可能只係賽車適合或者唔適合呢條賽道。咁成日話加辣加辣啦，咁究竟係加咗啲乜呢？其實今次唔係改咗個規則，而係改咗個 TD Technical Directives， 中文譯做技術指引。更加精準啲嚟講，係喺個 TD 上面度更新咗個澄清。因為喺技術規則嚟講，所有對氣動力有影響嘅部件都要固定唔喐，仲有呢啲部件都要產生一個一體化、堅硬嘅、連續嘅、不受影響嘅平台。原則上係完全拒絕車隊透過彈性變形嚟揾到效能。咁但係咧，呢個只係原則上嘅啫。實際上所有物料都會變形，何況又要輕，又要食住咁大嘅壓力。要知道 F1 車喺時速150公里嗰陣，已經可以產生同自身重量相等嘅下壓力。據講去到極速嘅時候，呢個壓力可以去到車重嘅3至4倍。所以無可避免地，氣動力部件都會因應呢個咁大嘅力量而有一啲變形。因此 FIA 會透過啱啱講嘅技術指引，定明測試嘅方法同埋容許範圍。測試方法以靜態測試為主，包括對前翼兩邊一齊施加一個1000牛頓嘅垂直向下嘅力，容許前翼變形由不多於15毫米減到去不多於10毫米。呢個對於車隊嚟講咧，都係相對輕鬆嘅。另外仲有就係單邊落同樣嘅力，容許嘅變形由20毫米減到10。咁但係最令到車隊要改設計，要重新設計個頭翼，反而係呢個測試喎。佢會喺任何一塊翼上面施加60牛頓，只容許3毫米或以下嘅變形。雖然聽到呢個改變好似好細，少幾毫米啫，咁但係最後呢個測試，除翻係少咗成40%嘅寬容度，咁點解要去到西班牙，即係賽季嘅第9站先實行呢？因為車隊之前產生嘅前翼就係滿足之前嘅規例，而頭翼係影響成部車氣流進入車身嘅一個關鍵，所以牽一發動全身，加上呢啲部件都係要時間生產嘅。而 F1 車隊嘅廠房全部都集中喺歐洲，最終要決定喺其中一個歐洲賽站度實行啦。到最後，點解對車隊名次冇咩大影響呢？首先你會見到對前列車隊影響真係極少，所以都可以話呢個新要求已經俾車隊研發消化咗。而最終喺今代賽車要令到架車行得快，最緊要就係賽車喺唔同彎道嘅平衡，係咪都可以喺剎車、加速或者轉慢彎、快彎都可以提供一個好嘅氣動力平台俾部賽車。而加辣措施對於氣動力效能嚟講，只係輕微調整。不如我哋聽下專業人士嘅講法。當記者問到沙巴嘅體育總監 Iñaki Rueda 新頭翼係咪重咗啊？佢就咁講：其實就冇乜點重到，可能只係呢度幾克，嗰度幾克。新 TD 嘅目的係希望限制頭翼嘅彈性。你從外邊睇係好難睇到頭翼有咩唔同，因為改變係結構性，即係當架車喺高速嘅時候，佢變形嘅幅度會細咗，符合新嘅 TD。喺今代嘅賽車喺高速嘅時候係咪產生好多下壓力啊？你唔想嘅就係有好多平衡，尤其是喺咁高速嘅T9，但係喺慢速彎就唔夠平衡，所以透過調節頭翼嘅彈性，令到賽車喺3種唔同嘅彎道都有平衡。咁當然呢樣嘢係好難，我哋亦都投放咗好多資源去研發。雖然理論上可以令到空氣壓力分布更加穩定，幫助某啲車喺入彎嘅時候更加容易控制，但實際效應咧就好細。有前翼實際更新嘅車隊，只係順手跟埋新規例，設計埋個結構同埋外部氣動力設計，而去到最終前列車隊，尤其麥拿倫，就係因為喺今代氣動力規則入邊，最能夠掌握點樣令到個賽車喺唔同彎道都達至平衡。
不過我哋都可以睇長少少。首先睇翻西班牙站嘅速度次序，啲衝牛車隊我都唔敢話佢邊隊真係勁咗，邊隊真係跌咗落去，因為好有機會呢個表現只係呢條賽道適合某支車隊。好多時改規則之後，對於車隊研發嘅影響係會深遠啲，而唔係話第一場就見到。好似2021年賽季新嘅空力規例因為疫情延後1年實行，Pirelli 新胎研發亦都押後。FIA 臨時削底板斜角，收窄 diffuser， 減咗 10% 嘅下壓力，再用研發代幣系統限制升級。最終雖然平治開季嘅時候都仲係好快，但係紅牛把握規則同埋升級嘅優勢，喺季中開始急追。最終韋斯塔本打破平治8年壟斷奪冠。所以各位，我覺得睇多幾場先啦。上站除咗係鬧得熱烘烘嘅反彈頭翼加辣措施推出之外，喺西班牙站嘅 FP1 FIA 叫車隊試用不鏽鋼嘅 skid block， 睇下取代鈦金屬嘅可能性，目的係希望減少 F1 賽車產生嘅火花，從而減低因為火花令到賽道周邊，尤其是草地着火嘅機會。呢個問題喺今年嘅日本站同埋上年嘅中國站尤其嚴重，兩站之中多節嘅 F1 活動因為草地着火而出示紅旗，令到多節暫停或者取消。日本站嘅原因係因為場地十分乾燥，加上大風令到火苗容易滋長。而據舊年 The Waste 報道，中國站開始之前嘅星期三都有落過雨，現場亦都唔係特別乾燥。有人懷疑因為草地噴咗啲易燃物，但根據 FIA 調查就未能證實呢個講法，話揾唔到類似嘅物質。亦都有人假設可能係有啲沼氣喺賽道下面走出嚟，掂到火花就着火。咁但係中國本身就係一個充滿謎團嘅國家，所以都冇咩確切嘅成因。咁 FIA 就希望從 skid block 着手解決問題。本身賽車放呢啲鈦金屬嘅磚，除咗係因為保護塊樹枝底板之外，更加係希望令到賽車喺夜戰嘅時候出火花，畫面更加靚。而試用不鏽鋼嘅原因，我哋可以聽下 FIA 單座賽車總監 Nicholas Tombazis 嘅講法。今日係一個實驗，不鏽鋼嘅硬度同鈦金屬差唔多，我哋期望新物料可以唔好咁熱，因為不鏽鋼導熱性好啲，令到啲草少啲機會着火。而我喺揾資料嘅時候，聽到 The Race 嘅主持人前佐敦車隊嘅技術總監 Gary Anderson 就有咁嘅分析喎。唔同賽車底盤高度同硬度唔同，有啲車只係錫一下塊地就彈翻上去，有啲就長時間貼實路面，可能磨幾米，又可能磨成幾百米，磨損可以相差好遠。如果將太滑塊改用鋼，貼地內嘅車會磨得勁快。揀中擦地嘅就磨得少，好難用同一標準比較。鈦本身貴，同埋夜賽出火花夠華麗，改用鋼呢可以減少火花同埋成本，但係各隊賽車差異令到統一規格變得複雜。咁最後佢都建議，如果真係要用不鏽鋼嘅話，需要定為不鏽鋼嘅標準。另外佢亦都有建議，不如用鋁。不過佢都有提到，鋁咧就冇咁硬，相對嘅損耗性就比較大。咁但係可以透過加厚 skid block 俾翻多啲空間車隊。自己車隊都普遍認為呢個設計唔會影響車隊排名，但係就好關注不鏽鋼帶嚟嘅額外重量。Christian Horner 咧就咁講，其實對所有人都一樣，但係車隊要面臨點樣令到嘅車啱啱喺最低重量之上，因為重量係免費嘅圈速，每10公斤大約等於0.35秒，但係要達到最低重量呢，就好有挑戰性。而平治嘅 Toto Wolff 咧就咁講，好似 Christian 咁講，車隊需要做決定，你想分幾多落到啲配重度啊？你想喺邊度慳？你可以犧牲其他帶嚟表現嘅部件嚟慳重量，又或者調翻轉，呢樣嘢好有挑戰性。所以前列車隊都係覺得，只係要重新處理下啲重量，唔係一樣好重要嘅嘢。而哈士令隊小松禮雄就明確反對。我個人覺得呢樣嘢應該等賽道方自己處理啦。睇下零六，睇下上海喺零六，我哋其實可以做得好啲，同埋賽道都可以做得好啲。我唔係太支持改架車嚟解決呢個問題。佢嘅講法咧都可能代表到中游車隊嘅諗法，因為始終遇到新嘅技術問題，最頭痕嘅往往唔係前列車隊，而係中游啊。最終 FIA 決定呢個不鏽鋼磨磚將會暫緩執行，但要求各隊準備好鋼磚，一旦再有着火事故就可以隨時批定用翻。等到比賽唔好因為咁而成日中斷。其實早喺日本站嗰陣啊，喺電視直播已經聽到主持人 Ted Pavlis 喺直播入邊問：咁啲咩金屬係冇咩火花㗎？咁當時咧都提出過不鏽鋼，點知 FIA 咧就咁快真係走去實行走去試喎。雖然呢件事唔係超重要啦，但係解決呢個問題咧都爭好遠喎。
因為如果好似我喺日本站現場睇咁樣，無端端着火又停呢，會好冇癮嘅，亦都會好容易影響賽道其他比賽，影響成日嘅流程。今次係我第一次出賽事回顧分析以外嘅片，同埋咧都未試過咁短，希望大家鍾意啦。咁其實我做片咧好多時就我有個問題，但我未知答案，所以就一路揾答案，再拍成片分享俾大家。咁到最後咧，再次呼籲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like 呢條片，撳個鐘仔搶先看，分享俾你身邊睇 F1 嘅朋友睇。仲有就係 comment 少少嘅支持，多多嘅鼓勵。咁就之後再見，拜拜。